個是我爸爸的親身經歷。當年我爸爸20幾歲，幾十年前鄉下都是以耕田為生，田地離屋企最快都要行10分鐘的路程才到。呢段路程之中有一間已經很破舊，看似很久沒有人居住的屋仔，屋入面有個閣樓，但這個閣樓是冇遮冇掩，只有一把梯可以爬上去，而閣樓下面就有張台有幾張凳。由於間不中需要凌晨時分落田，我阿爸約了2個鄰居一齊落田，通常做好晒就回程。由於做完嘢感覺好攰，佢哋途經那間荒廢屋就會入去坐一陣食支煙先再返屋企。佢哋之前都入過呢間屋休息，今次3個坐一會休息完食咗支煙就準備離開。行最先嗰個突然俾上面閣樓好似有嘢跌落嚟撞到佢個額頭，於是成個人向後退咗2步，連帶後面嗰2個都退後咗2步，3個都見到上面閣樓抌咗啲嘢落嚟，仲左右咁搖緊。由於當時屋內光線比較暗，所以睇唔清楚係咩嚟。於是一個舉起手上支油燈，另外2個用電筒照下到底係咩嚟。一照之下，先見到原來係有一隻女人的小腿喺度搖下搖下，驚叫面，3個嚇到腳都軟埋，差啲走唔喐，然後飛奔返去屋企。直到第2晚，我阿爸話個額頭被隻小腿踢中咗嗰個男仔，反咗去到了第2晚就死咗。原來佢係嚇破膽都唔知，真正是被鬼嚇死。之後我阿爸同另外嗰個男仔寧願兜遠些路都唔敢再行經嗰間鬼屋。